5月3號，5月嘅第3日，又係收工返到屋企，記低下今日嘅所見所聞啦。因為今日朝頭早都冇落雨，反而收工返屋企咧就落雨啦，但係都唔算好大雨，係啊。今日嘅工作都忙啊，係啊，即係啲客都幾多下，係啊，個 lunch 忙啊。忙到夜晚，跟住夜晚都真係忙到收工，都未停過，係啊。咁但係喺中間咧，我又開心去睇 IG。今日原來係熊本熊喺科學園嘅有10K 嘅比賽，亦都有3K 比賽。咁我都見到唔少識嘅跑友咧，都有報嘅熊本熊嘅10K 啦，係啊，咁亦都見到有唔少嘅 YouTuber 都有參賽，係啊，例如咪咪啦、木木啦，仲有雪兒啦，係啊，咁仲有係雷婆婆啦，我知雷婆婆就跑3K，係啦，咁我覺得喺香港今時今日其實多咗人去做運動，亦都多咗人鍾意跑步，係啊，可能跑步其實你着件運動衫、運動褲，或者著好少少嘅跑鞋，咁其實就已經可以喺街度跑，喺運動場度跑，甚至乎去報一啲你鍾意嘅一啲嘅跑步賽事，係啊，無論係10K 好、3K 好、5K 好，即係半馬、全馬，其實我覺得跑步每個人嘅目的同目標都唔同，亦都點解會開始跑步，每個人都有佢嘅原因同初心，係啊，有啲可能係想挑戰自己、突破自己，想越跑越快，越跑越好時間、好成績，有啲可能純粹係想養生，想跑步令到自己嘅身體健康啲、精神啲，甚至乎可能係好嘅 me time 時間，放鬆自己，俾自己可以係舒壓，同埋可以有自己好嘅思考嘅空間，係啊，因為我所分析出嚟係令到人會精神同開心嘅。咁跑步亦都可以叫做俾一啲人係會健康啲咯，係啊。當你注重飲食，當你注重你嘅日常嘅生活習慣，識得如何休息，識得點樣如何去進食，跟住加上適當嘅帶氧運動，其實你嘅身體都會係健康，同埋有更加多嘅體力去面對唔同嘅事情同挑戰，係啦。咁我覺得我自己都係希望可以長跑長有，係啊，keep 住可能用最唔辛苦、唔大壓力嘅配速，自己當下最好嘅配速，去一步一步去可能繼續去越跑越長，甚至乎可以跑到42.195，係啊。咁我覺得呢度都係我自己人生可以俾自己一個人生下半場一個堅持，係啊。除咗返工放工，其實唔再去着重點樣去飲食，反而係着重去記低自己每一日嘅感受，記低自己每一日嘅所見所聞，或者一啲嘅諗法，係啦，就好似一啲人好似以前咁打本簿寫日記咁樣，寫低每一日嘅經歷，或者一啲嘅感覺，係啦，咁我會覺得係開心嘅。咁我覺得喺網絡上邊，我又覺得可以支持唔同嘅人啦，欣賞唔同嘅人，佢哋係默默去努力，為自己嘅目標，為自己嘅理想繼續去堅持去行，因為
你有努力，你有付出，必然一定會有相對應嘅回報同結果嘅。係啊，跑步就好現實，你冇得走捷徑，你冇得去等奇蹟，因為你要每一日都要去堅持，去累積，你先至會有進步，會有唔同。係啦，咁所以跑步係好反映你付出幾多，努力幾多，就會收翻幾多。係啊，咁所以係點解鍾意跑步嘅原因，亦都係一個最好放鬆自己嘅時間，因為要識得愛自己，一定要好好同自己相處，好好擁抱自己，係啊，去安慰自己，係啊，令到自己心靈可以得到健康同埋愉悅，係啊，所以非常之感恩可以每一日都可以起來返工，放工可以 relax 去休息，係啦，咁我會繼續去堅持做自己，做好自己。咁聽日又係返工啦，咁跟住禮拜二到禮拜三就又好嘅休息，又可以去睇下跑邊度，跑啲乜，係啦，好好享受跑步嘅樂趣，係啦，我會學識除咗跑步之外，都要學識有好好嘅睡眠，係啦，咁啊鍾意飲呢個電解水，係啊，今晚又飲一支，係啊，其實好過飲普朗力，同埋好過飲清水。咁都叫做有啲味咯，係啊，咁啊又唔使飲汽水咁甜，係啊，好，記低今日咁多先，各位晚安。